因为南科发展带动周边区域的主体需求增加，议员蔡苏秋瑾伫总集选就提出嘉义要打造社会主体好消息。虽然大华局表示也在规划当中，不过调向200户超过10亿的建设经费已经有下落。议员进一步向市府请兵，因为附近主体区停车问题严重，所以要求市府检讨相关偏远的土地再利用，以展现城市的风貌。对此，市长嘛表达乐观其成，将量早规划平民停车。本社讲的这块地吼，就是拄则讲的吼，咱的社会住宅的西侧啦吼，伫咱的那个公园的北侧啦吼。爱是公有制，闲置30年，在那里吼都没使用啦吼。所以吼发草就叫公所去喷啦，去除草啦，树啊大丛就去砍啦吼。这样子储存进的土地里面闲置在那里啦吼。这块土地就是咱的都市内的住宅区嘛吼。咱有讲嘛，伊一年伫社会住宅边嘛，家里公园的北侧嘛吼，伊闲置一家啦吼。市长。恁的局长拢有讲吼，讲要来规划这个停车场啊吼，你有啥物看法？我感觉会当部分啦，至少是部分来疏解咱嘉义地区的这个停车问题，我感觉是乐观其成。即摆就讲要起的是立体停车场，还是平面的停车场？因为我看也是平面的最好。那由你们去，由你们市政家己去专业的。咱互嘉义区的民众吼有一个好的停车的空间，安尼是我愿意做。另外，因为水利署规划伫将军设立海水淡化厂，并且要伫嘉义设立受水池，但地方民众认为地点靠近主体区，并无适当，造成自救会反对。对此，议员伫总集选再次关心相关的进度。对此，水利局表示，中央伫520已经发文重新要选地点，请居民安心。咱的新闻，阮是林英庚采访报道。